们加以热烈的掌声呢，来欢迎他们。好，各位先生，大家早安。先生早。要开始之前哦，考前来避一下。考得过哦，要表演哦；考得过嘛要表演哦。敢若以前有人有讲过啊，你若知影的人先莫摇吼，有捌听过人叫看卖。咱天道有做兵，你知道吼？像咱这有拢有做兵过啊。你较早若你烧钱的时阵吼，你早期咧烧钱讲空军的吼，拍日军，用军拍空军啦吼，用军拍空军，哎呦，这句成语，一句成语，有人会会着无？啊？下天下地对啦。你后日军的人要拍吼，爱上你天气对无？啊，空军也要摆上你地了，就这个。咱即阵会当坐你这个所在，听副监人、听点文书，注意这个，咱你这个所在听到你，爱上天下地无？哎呦！即阵你就感受会到啊，对无？那旧年还佫感受袂到，对毋对？咱医生足济，大家拢去佚佗，咱就爱来过一班。但是今年咱会当遮过一班有上天下地无？咱感谢上帝。今仔日咱副监人吼，互咱这个机会来这个所在。来这个所在学习表演啦吼，开始的时阵，注意这个，为什么要成立这个舞蹈团吼？就是你龙年这年吼，祖师有来写手记，伊讲吼，龙飞凤舞，咱爱享佛堂来。注意这些，龙跟凤属于天上的神兽，若毋是太平年，伊无随便来人世间。龙甲凤嘛是咱修道人护法神，咱今日来到咱的道场听道理。龙甲凤来做咱的护法神。天龙八部来务实，有出轨无？毋是安尼尔。金童玉女歌舞牌，就这个王母娘娘，听讲千秋献人了一遍，千秋偌久，一千年了一遍，即阵有一人欢喜，所以真会哪只欢喜哦。金童玉女来这个所在要跳舞表演，互咱看，大欢喜心转去好不好？做事做互咱欢喜，欢喜对不对？弥勒诸佛笑哀哀，天上不留一佛子。弥勒佛带所有的佛祖来到咱的道场，看咱最前的遮尔欢喜。即只法阵，普度法阵，甲大道开好不好？你早期你较早就开始啊，是即马佫定心讲尔。祖师伊就讲咱即阵就是要甲即只法阵，要甲开了行，要众志成城，来度化有缘，好不好？所以最前的拢是咱祖师上好贵宾，嘛是咱。前副监人上好贵宾，嘛是咱最点文书，咱最前人上好贵宾，最前人，咱要跳偌悬？你想着悬有偌悬？喜马拉雅山有悬嘛？咱上悬要来理天好无？咱理天这座山吼，爱经过平平坎坎，但是你时时刻刻，拄啊，咱副监人保持讲，保持个初发心，爱上切好好。定定把保持好车好无？高山青来。
安尼有精彩。安尼有感觉安最近这几年吼，天气则烧热安尼嘛无？前2-3年前有一个前辈去注意啦，讲热天会足热，安尼学者就讲，安尼寒天都袂去嘛，讲毋对，寒天会愈寒去。啊，即阵了拢甲是的吼，但是不要紧，注意这点。无论这个天气吼，伊变化如何，咱拢爱适应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吼，咱若感觉足热的时，你甲想讲，咱若徛伫海边，迄个海风吹来有凉吼。咱就用个心来清吼，你身躯就清对无？啊，心就会凉对无？啊，你若个听看卖讲吼，迄夏天的海边，哎呀，迄热天海边啊有清凉吼，有吼？啊，海边传来咱这个所在好无？夏天的海边啊。推荐的吼，看起来表演嘛袂歹啦吼。前点嘛是讲吼，我们一贯道闷太久了吼，所以讲咱来把心泡开对不对？虽然看跳舞吼，迄就是要甲咱的心泡开，泡开要创啥？来听道理有感觉继续精彩无？有啊无？咱来听道理吼，小故事大道理，捌听过吼？虽然是故事真少哦，不过有大智慧。道理有3转5转的功夫。道
你有阴阳的分别，最近的，听我买讲小故事大道理吼，阮这少年来学习者好好。亲爱的副前人以及敬爱的点燃师，各位前人大家好。好。苏山江下雄虎之滨，中书皇族苏武殿，老前人的大文大德，各位点燃师的慈悲带动，各位前人的苦心体验，好后下有机会出生得到宝贵带动，会当徛到这书生的爱上佛堂，到这学习了完，才清楚。先王天文书典，咱的弥勒祖师、师尊、师表，弘持大愿，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好后下会当来这学习了完。咱想着讲，过去世，咱的诸佛菩萨以及辛苦的前辈者，修道的过程有忍了无？一定会经过忍了的过程历练。咱看以早佛道，从配开配乱。伊的精神是忍辱心灵，互人剁骹剁手、剁耳剁鼻，有甘愿无？咱看耶稣，互人钉伫十字架，互人卖心魔，伊替世人担罪。咱看孔子，周游列国，互人化赛化流5万年无？咱的寺庙忍辱一生，以及头拄仔点仔书慈悲的课当中，六祖有忍辱无？一定会忍辱过程历练。以早有一个在家修行人，伊咧会去听师父讲经说法。有一天，伊听到师父讲着忍辱，忍一时之气，免得千日之忧。伊感觉非常好。下课时阵呢，这个师傅啊，就甲伊讲话，伊知影平常时这位地主啊，真虔诚修行。伊甲这位地主提醒，讲你累世啊，有一个因缘啊，一个灾劫伫面头前，你会记，爱忍辱。这关若会过，你智慧大开，你更上一层。不过就是爱忍辱，爱记了啊，感谢师父慈悲啊！所以咧，伊离开了，离开不长咧，伊就会记你师父甲讲，爱忍辱哦，忍一时之气，免得千日之忧啊！伊时时去听因伫心肝底，食饱嘛想，困觉嘛想，拢无离开师父慈悲的话。了啊！过顶天共款穿甲足整齐，要来分长听道理。伫街仔顶行咧，远远看有一位打伞的先生。甲伊相像时阵呢，这位打伞的先生弄着这位修行人，哇，弄一个破甲规身躯拢是屎，有够臭的啊！我心情实在无好。我等下要去佛堂听课呢，我安尼吼，等下爱紧换衫啊！我若是卡叔讲吼，叫这个打伞的人陪我吼，会去无？会袂去。打伞的人就是困苦啊，无事，我赶紧转来换衫就好啊！行，这个打伞的人约过去，约到足远的边仔，街仔顶的人讲哦，这个人啊，溜过去创啊，甲骂啊，甲拍，啥物啊？你甲我弄着，搁甲我拍，我背甲我身躯屎，你搁甲我拍，啊！你怎有官府啊？叫人来抓就好啊，足生气的。有这种人叫做安那？观察。有这款人真生气，所以生气的时阵，想着师父甲伊讲啥物？爱忍辱，忍一时之气，免得千日之忧。啊，师父讲的话，你真歹做，啊，毋过啊，
修道的过程安那爱坚持落去，甲我艰苦嘛爱忍着无事啦，换衫裤就好啦，我紧来转啦，我若甲还手我有找啦，我紧来转去了，紧换衫裤，一心向道要来回堂听道理，伊的某囝讲哦，爸爸先生，你真正破了屎，佮坚持。无生气，搁要去听道理，无影响你。哦，你真正无简单。了后你听师父艰苦，伊的心规个拢轻松啦。伊想讲，忍着，忍过，就无事啊。了后伊一天听道理，欢喜像我，真正足欢喜的吼，足舒适的啊。了后呢，转去啊，一天嘛忝啊吼，要休困，到暗时时阵呢，3更半暝。这当阵呢，到底为甲足大声，有人弄甲足急的。哎哟，这晚上谁来弄门啊？我嘛是爱开门啊。拍开一下，打屎的啦！哎呦，先生哦，早起啊，你甲我破着屎，我即马你甲我破着屎了，你甲我拍，我即马搁去听。我是甲你无熟悉啦。这晚吼，你来找我是啥物代志啦？不过，这位小友者，我是你女婿，这个在业的因缘。我是找3世因果进前，找好1世要来讨报，因为今天你的修持忍辱，我的怨气度，因为你的修行，互我感动，所以我的怨气完全消。不过，阮老父母，我甲你讲，我讨过了后，我嘛选今仔日结束我的生命，所以我生命结束，我需要立土为安。我有一件事，嘛要拜托你，互我立土为安了后，我希望我的某囝会当甲你同款。会当修道食菜，若是安尼，我会好好报答你，感谢你。我互你地址，了后呢，放请。伊足感恩讲哦，师父根本真正无唔对呢。我嘛是爱来做啊吼，因为着咧地址行去，这个打屎人真正过身体，伊互伊入土为安，了修全伊的某囝。修道食菜，好好做人，修道圆满。伊家亲情朋友讲，好加在，好加在。我有听师父的话，师父真正是我的贵人啊！若无咧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过真诶，修道的尊贵，就是会当改变命运。3世因果，一世下，有尊贵无？咱累世6万年的业力，咱若坚心修道，会当行无？如果艰苦嘛爱修道，所以先父甲咱慈悲，修道过程是坎坎坷坷，若会当忍得过、忍着，会当智慧大开，会当有所成就。所以咱千万爱圣人的话，搁贵人的叮咛，咱记伫心肝底。先父慈悲哦，咱记毋免记足济，记一句，印伫心肝底，搁做会出来，会当了结累世诸多的灾劫，累世灾劫会当化解。所以，师尊老大人慈悲，忍辱负重，咱忍袂过，搁有重情重责大任爱做，啥物代志？对着咱的负责人，咱的点下书，要度化搁较济有缘兄弟姊妹。安尼咱有重要无？爱忍着无？坚持到最后，最后向后要分享的是，师父甲咱慈悲，这世界上无比修道较尊贵的代志，咱爱坚持到头尾。最后，如果不圆满的地方，恳请上天老父慈悲赦罪，父前人慈悲开示。安尼讲话精彩。阮少年来讲吼，好学慢来学习一下故事所有阮古前人定来咧讲金刚经对无？
然你讲佛祖的过去，迄就是伊的故事啊，对无？还是最真的。佛陀时代嘛，有足侪故事，小故事会启发咱的内心啊，对无？你知有你了会记得有一年吼，伫个台北迄个所在吼，迄平地有落雪，你捌看过？迄真正迄伫迄个平地啊，你千山就落雪，你头一遍看到吼。伫佛陀的所在叫做印度，印度的所在嘛，较北方的所在，伊嘛有一年共款吼，遮冷遮寒啊。你知影咱出家人吼，做衫衣啥物，一半都是你袂当有伤济家己的物件嘛吼。啊，伫迄年特别的寒，但是要过迄个寒冬，即个佛祖吼，佛陀就特别慈悲讲，所有的修行人比丘比丘尼，会当出去外口买的布品，会当来度过即个寒冬。伫即个所在，即个时阵吼，拄啊好，佛祖有一对夫妇吼，伊是非常的善情。人讲家徒四壁，你知影啥物叫做家徒四壁无？真正有够有福报，对无？迄过生活吼，有一顿无一顿。伊知影讲我过去无布施，即阵佛祖自世来甲咱即个所在化缘，想办法买甲计下者，对不对？安尼有理无？伊做一个动作，注意吼，尤其困顿，你捌去扫土骹无？伊摕扫帚去扫，你知伊要扫啥物？啊？扫啥物？扫树啊！有遐济通要扫。伊去扫看壁甲有迄落金刚啊、铜线啊吼，你壁甲遐，若扫一了出来，感觉有做假的无？哦。你扫土骹捌去捡到迄个铜板无？啊，足正的。啊，代表恁兜毋是写读书足好的。你知伊去扫有啊扫无？扫。真正有做家徒四壁，但是佛祖都惊来啊！伊拄啊好有一领衫，寒天的时阵，也是较寒暗时的时阵，因着两翁仔某同齐做媒婆的教。啊，若出去哦，就先洗先穿，出去办代志，转来换因太太要出去，换因太太出去啥？穿你出去办代志，再转来。因兜所有上价值拄啊一剩迄领衫，迄领衫看到佛祖来。你知影甲记就好，迄领衫差不多补有100个补有顶啊，补了100个。哦，即领衫叫做白布衣，安尼记好，双脚跪，甲佛祖顶礼。啊，希望会感觉佛祖过。佛祖看到伊的善心，双手甲牵起，足善伊甲接起来，交互伊的地主，然后甲伊开示讲：恁即对夫妇未来100岁年后。往生多利天，成为天人，安尼有好无？哦，看这个法师，未来你阁有囝啊无囝咧？我未来你有囝，你的囝不但你的囝会足好、足有才能，恁囝会大发展啊！哇，听到这个法师的这对夫妇有欢喜，上够欢喜，今世咱敢有作假，有价值无？足价值。这个时阵吼，发挥完了。佛祖伊定甲讲出着即个发挥因由，对不对？甲所有比丘尼拢甲招进来。伊讲咱即次法会了先讲，有啊，大家拢穿迄新衫吼，做甲安尼挺挺挺吼。哦，啊，大家拢穿新衫有够欢喜。你过年穿新衫有欢喜，做好即个心境啊。你知？伊讲吼，咱即次法会先讲毋是干那遮水衫，咱有法会就一领布衣啊，即领布衣叫做白布衣。若无修行的人来穿，食到120岁，善终无病善终，即领衫有好无？即领啥物衫呢？一个修道的人若穿着即领衫吼，上少会当见着阿罗汉的初果。哦，有即种衫呢，爱去找无？啥人去得着安尼？去找哦，就派人地出去找有啊，找无？找无。讲一定有诶，你诶详细做，你知甲所有仓库内底布品拢甲搬出来，拄啊剩一领，你壁架底无人爱。啊，听说我们做是毋是即领？拢对，是即领，即领叫做白布，足久无洗。虽然是布衣，搁则臭嘛，对无？爱甲摕来去洗无？
地主有清洗不做，安尼这件衫变才好啊，来甲洗好清气安尼，有怎讲好？你家己去洗，你若去洗迄个溪啊，就无啊无。伊咧洗的时阵，哪洗？迄个水一直甲搞，一直甲搞。你啥迄安尼2个3个，家己救袂转来咧，伊愈紧，迄个水愈甲搞落去安尼。哦，你知安尼会惊无？惊，紧得咱清洗不做，会使派神通第一个什么人？啊？穆建连尊者对无？请咱穆建连尊者吼来斗救啊，好可以啊！穆建连尊者去到迄个所在，伊使用到伊的神通咱，我做啥？须弥山最近啥做须弥山？须弥山，须弥山咱若看无，咱看喜马拉雅山，毋捌看过，捌听过无？迄喜马拉雅山有大无？用喜马拉雅山的力量来救这个山，有简单无？有吼？救会起来无？不但救会起来，伊愈家己迄个变成一个大的线路，一个风浪有够大，你知？迄喜马拉雅山的人嘛，无法度安尼叫教落去，赶紧转来清洗有做。这个衫是咱来遮奇怪呢？我愈用力，伊愈甲教落去，要咱甲摕。伊讲做个家开始啦，讲吼有一个方法，最近咱这叫做对，这叫做用对无？伊讲你去灶骹，咱有灶骹无？你灶骹摕一粒米，会使2粒哦，一定要1粒。你摕一粒米吼，甲放伫迄个衫的顶头，这地主就赶紧，你摕一粒米啊，1粒尔哦，甲放落去，拢平无者。你若口恢复，再办法，千啊人聊落落，还袂过骹拉乌嘞啊，轻啊甲摕起来尔，那遮奇怪啊！这地主足奇怪来清洗，我为什么这个因做无注意？讲，你毋今仔受到，看起这件衫，这件衫是这对夫妇用真心布施出来的衫。最近的神通抵不过什么？业力呢？只有什么才能够消除业力？真心的功德才能够消除业力。安尼神通咱有法度抵挡过迄个真修的功德无？无法度。最近，所以最近咱今日才发心哦，咱6万年来，甲今日要传播清除咱的业力哦。你今仔日真正发心，咱今仔发心真心发心哦。你做1年，你知你比你过去是修1世人、2世人较简单的。你要信无？如果你若要信，有真心的功德，最真的。第一，袂使看去修的，袂使看去人发心，迄个发心是尊贵的。只有发心，迄个功德才咱转到你迄个所在，迄个真修的功德，迄才叫做因果。不坏，最真。如果咱若是安尼，咱更加爱团结着无？团结起来才有力量。团结起来就是要甲真理弘扬伫世界各国。咱台湾今日足平安，就是因为咱有真心去修道呀。那么这个真心甲弘扬世界好不好？一家人好不好？那是一起来好不好？你试就好了，大家一起来，一家人来，一家人。一家人。哦。